面個市咁差，萬一公司裁員，你有咩專業可以傍身咧？喺香港做嘢咧，邊個唔驚聽日唔知發生咩事啊？但係你有冇發現啊？無論個市幾差，幾多公司執笠，最後一個裁走嘅一定係幫佢睇住盤數，處理緊稅務同銀行貸款嗰個人啊！香港政府2025年最新公布嘅人才清單就有會計行業啦，具備國際視野嘅會計人才可以話係超級搶手貨。但係而家想入行會計喎，係咪又要辭職又要考試咧？我哋呢個會計與金融碩士課程咧，邊做嘢邊讀，100% 網上修讀啊！最快6個月你就可以拎到一張英國公立大學嘅碩士畢業證書啊！當人哋仲喺度諗緊 AI 會唔會搶飯碗嘅時候咧，你已經升緊職加咗人工啦！如果你係以下呢幾類人咧，認真考慮呢個英國嘅會計課程，例如你想轉行，以前讀文科或者理科，想揾個專業技能傍身，入行商業機構做財務，又或者想升職做緊會計 clerk 或者 assistant， 卡咗喺個人工位，需要一個碩士學歷去跳級。如果你而家正處於職場嘅樽頸，覺得自己份工隨時可以被取代嘅，睇唔到前途，讀一個英國嘅碩士，等於幫自己買咗份終身嘅失業保險啊！機會係留俾識得投資自己嘅人。會計未必係最風光嗰行啊，但佢會係最長命嗰行。想知你嘅資歷點樣可以6個月攞到張碩士證書？想知呢張證書點樣可以幫你升級到金？自己究竟適唔適合呢行？即刻留言會計或者 WhatsApp 我啦，等老師1510同大家講解。拜拜。